讲话要含蓄，切忌太入啊！讲话一定含蓄，要保守一点，谦卑一点。切忌就是一定要有一个顾忌，不要太暴露哈。讲的一针见血，讲的太直接，不会拐个弯，就直接对呛。各位，你不要太入了，太暴露自己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要含蓄一点，你的态度要委婉，切忌太直。你的态度不要太直哦，不要很草率的。你看哪个东西本来是很简单的动作，我要送给你，来，请你笑纳来接收。我有的人就拿去了，拿去，那这样你的态度就不好，太直了，太直。各位，我们对人要尊重、客气、礼貌，也是我们做人基本的修养。所以我们态度一定要委婉，就是要客气嘛，要客气，不要太直哦。处理事情要圆融，切忌太真啊。我们做人讲话态度上都一定要圆融，圆融才真正的佛法。佛法教我们不要去得罪众生。我们在处理事情的过程当中，有的人见解看法不一样，所以我们无论如何就是希望大家不要伤和气，要圆融。你不要太真，太真就是太直接了，而且态度表现像小孩子一样无所顾忌啊。那这个样子的话，你太真了，在无形中，一般的人比较有出社会的经验，他不喜欢这种处理态度，所以我们就要注意，一定要圆融。做人要深厚，切忌太苛。做人要深厚，一定要有深度，要有广度啊，度量要宽敞，不要太严格。你要看对方的程度如何，他受的教育高还是低，他本身的条件到底够还是不够，你一定很清楚。我们做人首先要能够为对方着想，考虑周全，不要一下子马上就冲撞起来了。他受不了的时候，他就待不住了，他就反弹了，永远跟你结怨结仇了。所以各位切忌太苛，不要要求太严格，要求的标准不要太高，你一定要有度量，体谅到对方的接受度到底如何，你要很清楚的。我们做人一定要圆融，圆融才是真正的佛法。不要伤自己，不要去伤害到别人，人与人之间能够相处圆满融洽。念佛要实在，切忌太虚。你一定要知道，念佛是要靠佛的力量，佛要用名号来救度我，我当然满心的感恩，我是信心的念佛，是感恩的念佛，我要实实在在的念佛。如果虚伪的话，你想想看，你要得到阿弥陀佛的救度，你要发愿往生西方，你是虚伪的，那你这个心在佛的眼中马上看你不老实吗？你太不实在了嘛！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虔诚、很恭敬的，实实在在的，不是做表面的。我要念佛，我知道佛要救度我，我好感恩他，好感恩。所以念佛一定要实实在在的，老老实实，每一句要念得清清楚楚，耳朵要听得清楚，心里想得清清楚楚，要实实在在的念佛，切忌太虚，不要虚伪，不要做表面的，不要做应付性的，念佛一定要实在。好，把这一章跟各位大家结个缘。阿弥陀佛。